聽音樂可以陶冶性情，玩樂器可以如人如己。假如可以將一啲比較少見嘅樂器變成家居裝飾嘅話，咁就更加可以同時享有視覺同聽覺享受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要介紹嘅單位，設計師就幫戶主將呢一個諗法盡情咁實踐出嚟，一齊睇下效果係點啊！二胡係中國最流行嘅古典拉弦樂器之一，音色剛柔多變，令人聽出耳油。除咗二胡，同二胡有一啲相似嘅呢一件樂器叫做艾捷克，源自古代波斯，球狀嘅琴筒外形非常別致。呢一個形狀咁特別嘅係笙，係中國最古老嘅吹奏樂器，最初用嚟模仿鳥獸嘅叫聲去誘捕獵物。喺咁多樣樂器裏面，要數戶主最情有獨鍾嘅話，應該係佢。管子喺中國唐朝嘅時候好盛行㗎，音色高亢明亮，粗獷質樸，富有強烈嘅鄉土氣息，唔怪之得咁得男戶主歡心。戶主呢，佢就有好多樂器嘅收藏啦，包括男戶主同女戶主啦。咁裡面有中樂同西樂嘅。咁佢俾咗佢嘅idea我哋呢，其實佢就想溫馨啲啦，咁又有少少豪華嘅感覺。咁因為佢哋有好多樂器啦，顏色呢都係偏深色嘅，咁所以我哋就考慮到呢一點呢，就攞咗佢呢個元素出嚟決定今次用胡桃色呢一個木色嘅。胡桃木色喺傳統中國家私好常見，今次以呢一隻顏色作為單位嘅定調，為嘅就係呢一個展示櫃，每一格都係因應樂器嘅實際尺寸去設計，同時亦都預留位置擺放鋼琴以及其他大型樂器。我哋就要 make sure 所有嘢都可以係有一個適當嘅位置去擺放嘅，所以我哋都會問咗佢攞咗嗰個清單去睇下究竟佢有幾多嘢想擺。大型啲嘅樂器嚟講咧，其實你可以見到鋼琴啦，其實鋼琴佔嘅位置會比較大啦。譬如話一啲長身啲嘅樂器，例如係二胡啊，又或者係一啲笛啊、簫啊呢一類嘅樂器咧，都要諗下係點樣去擺，或者係用一個咩嘢嘅方式去做展示。櫃身嘅設計靈感係源自清朝流行嘅多寶格，除咗喺視覺上面令到空間更加層次分明，亦都可以帶出典雅嘅感覺。喺櫃身物料以及周邊嘅顏色配搭方面，設計師亦都有花心思。今次選擇嘅係一隻有鋸齒紋嘅木皮啦，咁其實佢會做到一個比較有層次啲嘅感覺。始終胡桃色係一啲比較深色啲嘅元素啦，如果用得好多嘅話咧，其實睇落去咧就會比較重嘅。咁所以你見到我哋設計嘅時候，反而係用白色嘅底色去襯托翻嗰個胡桃色出嚟，令到佢嘅層次感比較強烈啲。而花線牆咧，我哋都會選擇用一啲幼身嘅鋼材去做，俾人嘅感覺咧會比較高檔次少少啦，咁就做翻嗰個有少少豪華嘅感覺出翻嚟。戶主嘅儲物需求好大，設計師當然唔會放過每個細節。呢一個展示櫃背有另一個用途。其實佢客飯廳咧中間咧其實有條柱嘅，咁我哋一入門口嘅時候咧，其實戶主咧就唔想話直接見到嗰條柱，咁於是我哋就喺門口呢個位置咧就做咗一個屏風啦。咁去打造翻個玄關嘅感覺，同時亦都可以遮住呢個位置。不過始終入門口嘅位置收窄咗，呢一度就做翻弧形，並以木條紙修飾，感覺啦就會流暢一啲。
另外，由於單位嘅樓底有3.5米，絕對有條件去做假天花。設計亦都沿用剛才提及過嘅幾個元素，木條子能夠帶領人嘅視線，同時亦都有助修飾冷氣嘅出風位。燈光方面，俾人感覺豪華嘅水晶吊燈就一定唔少得。不過客飯廳偏長，淨係用2盞又夠唔夠光？我哋考慮到呢，我哋個廳佢自己有自己獨立一倉嘅天花啦。咁我哋就唔想話一倉天花裏面呢有2支水晶燈，睇落去呢會比較bulky少少，唔想話太過重，所以就決定淨係用1支水晶燈。咁另外咧就用咗射燈去做翻補光啦。咁我哋嗰個水晶燈就唔使用到話太大。第3個咧就係燈槽嘅光。喺客廳呢一邊，為咗進一步咁樣加強豪華嘅感覺，設計師就喺電視特色牆度落功夫。我哋睇電視，其實電視嘅影像咧已經係，譬如話已經係有啲花啦。咁如果個牆身再花咧，其實睇落去咧就會比較花。咁我哋就唔想有個咁嘅感覺，所以我哋今次就揀咗一隻可以追到紋、淺色紋少少嘅雲石陶瓷磚去做嘅，同埋咧佢係比較雅色，就唔反光嘅。咁睇落去咧就會有一種柔和啲嘅感覺，清得嚟咧就會高貴啦。Jaco， 我知道啦，呢一度係用咗雲石磚啦，近睇咧呢度有翻一個層次感喺度。咁其實用一個真雲石嘅話，又做唔做到相同嘅效果呢？考慮到佢嘅五金或者佢嘅膠嘅負荷啦，咁同埋個安全性咧，我哋就唔會用雲石做喺個櫃門上面啦。因為雲石咧比較厚啦，同埋佢嘅重量都比較重嘅。咁但係如果又想做翻雲石嗰個感覺，又點樣做呢？其實呢一度呢，就有一隻材料呢，就係6mm嘅陶瓷磚，我哋可以打開睇睇。其實呢，佢係相當之薄身同埋輕身嘅，用喺一個櫃門上面呢，其實都非常之輕鬆。佢亦都可以做翻雲石紋啦，咁所以呢，就非常之適用喺櫃門上面嘅啦。又話戶主嘅樂器收藏量好豐富。睇勻成個客飯廳都唔係好多啫，原來有啲放咗入房，呢一度可以話係書房同埋練琴房嘅結合，仲裝咗一塊白板，方便夾琴譜。除咗中提琴同埋吉他等等呢一啲大型樂器，其他全部都係掛咗喺呢一度，只要揾翻一個啱大細嘅掛鈎裝上去，就已經好穩陣，簡單實用得嚟又美觀。戶主個女女呢，由細咧就開始學小提琴，咁亦都想展示翻出嚟。咁其實一望呢，就會即刻聯想到女女嘅成長過程。小提琴呢個架呢，佢係用咗一啲叫做沖孔板嘅物料啦。咁其實佢有一個窿喺嗰件板嘅本身上面嘅。佢一嚟呢，佢可以做到比較薄身啦，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入門口嘅位置，咁係我哋唔希望可以做到咁厚呢，去令到佢嗰個空間咁窄啊。第二個好處呢，就係其實嗰個靈活性啦，佢可以隨時去調校，佢可以擺唔同嘅樂器上去都冇問題嘅。今次呢一個係複式單位，戶主對睡房嘅要求就相對地冇咁高啦。先睇主人房，既溫馨又帶點豪華嘅元素都得以保留，好似係白色櫃門同埋花線咁樣。同樣係胡桃木色，不過啦就少咗鋸齒紋，睇落去更加柔和。最大嘅分別就係注入女戶主中意嘅紫色，喺床背做咗一幅特色牆。而鋼材嘅比例就比客飯廳多好多，有咩特別原因？有一啲鋼材嘅架啦，咁因為鋼呢可以做到一個 luxury 啲嘅感覺啦。咁另外咧就係話佢其實嗰個線條比較幼，佢睇落去咧就冇咁重嘅。因為始終我哋喺一個位置裏面咧擺咁多櫃喺度咧，難免都會有啲壓迫感。咁我哋就會用呢一啲方法咧去減少翻呢一樣嘢嚟增強翻個空間感嘅。要入去套廁就要先經過衣帽間。呢一個設計呢，其實係考慮到戶主嘅生活習慣。睇翻間房嘅原則，設計師話呢一個位係最適合劃分出嚟做衣帽間，同時亦都方便佢哋梳洗完之後啦，可以即刻攞衫換，但係又驚唔驚潮濕啦？
始終咁近嘅洗手間咧，其實洗手間嘅濕氣會比較重啦。咁所以我哋都會提醒戶主咧，其實洗手間隻門咧就要長期都閂咗佢，咁就去防止翻嗰個潮濕呢一個嘅問題嘅。單位景觀開揚，獅子山嘅景觀原本已經好壯觀啦，所以仔女2間房嘅設計都好簡單，方便第日大個自己可以加入中意嘅嘢。由於阿女中意大自然，所以設計就以綠色為主。我哋喺嗰個牀背嗰張床度做咗3隻綠色，亦都有線條去做配搭啦。主要咧睇落去嘅感覺咧，就好似一個真正嘅大自然咁啦。好似做到一個有遠近嘅感覺。最後睇下仔仔房啦，呢一度以藍色做主題，不過啦間房就比家姐嘅細一啲，所以設計師就做咗地台。首先就設定咗嗰個床嘅位置先啦。小朋友一瞓醒起身嘅時候咧，已經可以望到窗外嘅景觀啦。另外就係話書枱嘅部分，我哋其實係想去有多啲嘅空間去做功課嘅。咁於是咧就考慮到佢嗰間房側邊嗰個牆身，咁佢就可以分開，譬如話佢做功課嘅區域啊，同埋佢瞓覺嘅區域啊，咁亦都中間有一個書架仔啊，去做翻嗰個分隔，咁佢就會好開心啦。本身有收藏興趣嘅戶主睇咗呢一間以樂器作為設計主題嘅單位之後，唔知會唔會令到大家下次裝修定設計主題嗰陣，嘗試先從自己嘅興趣出發呢？